第二个呢是如何去禅修空性。还补充一下，就是禅修空性跟心的本质。再来呢，第三个是如何去实践，实践断法本身。이나니 담보 되니 르긴스야 네 되니 르야 꼬이초당 마 되니 로아 감송고 심지 주소了金巴当呀되니 당화 시기。所谓的首先第一个实修法是施身法，施身法是将身体上供三宝，下施三界六道有情众生的一种法门。이게 되니 당만 되네 상주 수바 남지 다긴 제와시 상주 생고라 다긴 이제네 되니 심지 현동도 다 동양하게 이게 당마리 이는 노이 당마리。这样子的教法，实际上它的本质是跟显宗里面所讲的菩萨行有关的。菩萨行当中会有所谓的修自他交换的法门，最终是要达到自轻他重的这样子的心态，所以它的本质是来自于自他交换的。那你君主是吧？永续的，君主上就是比较巴的吧？君主是这样。第二呢，呢，让你个路的滚出了样，确把谁的破个的是吧？确把哪要来了。这个呢，你的呢，申请了几把当个的是吧？压着就满级，你个些呀。比方说，在《入菩萨行论》里面讲到布施的时候，他就讲要做供养跟布施。供养的对象是向上供养三宝，布施的对象是向下记住六道有情众生。所以在《入行论》里面既讲了供养，也讲了布施。因为呀，前边些月吧，在君主跟那个说了的那50，那实际个动作了，老几嘛当完了，过去了50跑去高的，是吧？是些样的，你那个说了做没办的是吧？在入菩萨行论里面，虽然有讲到怎么样直接的去从事上供三宝、下施六道众生的这些具体行为，包括了把身体布施给众生的这些修法，虽然有这样子讲，可是他的修法的内容是用一种观想的方式来进行的。你这个我呢，这个没挂的啦。你把当不忘修，你去修，大家那些是每个人供养别忙我的。你要修施身法的观想方式的话，首先你要先得到灌顶，然后得到相关的引导，然后它有很繁复很多的观想方式。因为大家那个说了的呢，他让你当对不起，过来那我是来那我是写下呢，也不能上。但是现在这个我们这一堂课，我希望是从一种浅显易懂的、易于实践的方法来跟大家谈施身法的观想。你跟别人对你来的呢，做的他俺个这个事呢，也不能什么他做俺个这吧的，因为样你嘛，干嘛前面是吧？是干嘛去说的？第一个是去哪个样？起码对你着我见到，那么样为什么这个谁啊？个路说对你有啥的？那虽然现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施身法的观修方法，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比较理想、比较好接受，是我自己的一种想法。可是它还是有个来源的，在噶玛恰美仁波切他所写的恰美山法里面，就有讲到说过去有类似的观修方式，所以从山法里面我们可以晓得，过去确实有我现在要跟大家谈的这个法门。当然是说啊，这当真的旅行可能给每个人都说了，但是马不要的是说啊，这当个旅行都说的啦。但当你些啊，在答的我些做我人个生的这当些些会有些说啊，这就在刚才那个样在学会说呢，其他做答的我多呢，那几答的我蛮多呢。我生个这把装备，在那空中学到嘛的，有呢，在那我呢旅行个车就是学的光的也好。
我必须要跟大家反复强调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一般来说有很多种的十声法的观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个人的想法，从我个人想法出发去归纳的一种十声法的修法，比较浅显易懂的方法。为什么我要重复强调这两个观念，特别是后面这个呢？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觉得我的这个简略的修法你可以接受，那你就做吧。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你就想说啊，那是他自己的胡诌，他想的，那你就把它放在一边，你不要管它，然后去学一个正统的，去学一个传统的引导，这样子的话是比较理想，所以跟大家强调一下。所以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观想十声法的方法。那我们晓得，我们现在活着就是因为有身跟心两方面嘛。염실을 파르두스 오 추지엔의 예미의 조성 삼의 디데의 야 대응한의 首先这观想的第一步骤就是在身心当中最心灵的那个部分，你把它想着跟般若智的密意，也就是法界融为一体。第三面天人다다 쭉고 왕시요리 난컷고지시 교왕 난컷고지시 왕시第나노 라테니 미과 모두 왕 모두시요第나노 라테니 랑게 샘데 난컷라 템 난컷의 추지행의 예미 차송上面 데니 공자거리 세가 모두시요 다 뒤돈다리。这个观想的来源是一个灌顶仪轨，是断法的灌顶仪轨，叫做开启虚空门。这个开启虚空门的灌顶仪轨，在传授的灌顶的过程当中，它有一段叫做阐述直指灌顶的意义。在这一段当中呢，他会讲说，观想你的心投入虚空，与虚空相契无别，有这么一段观想。所以我讲说，在这里你想着自己的心跟法界，也就是般若的圣意密意，两者相契，它的来源是刚刚所说的这个灌顶仪轨。你三圈是探出的因是探在了技术，当然的有个六三年呢，你去三圈的探着啊，路的等你爬行，是，俺个路的，这个突然间的爬行，所以当我们的心契入或者是融入了法界之后，这时候身心分开了嘛，那么身体在那边就怎么样呢？它就垮下去了。第谁差不多了？等你路的，我就谁差不多等你就这样的走路的，谁路呀的就这样的走呢？你养山的不修松啊，三界党三界什么？包我看到最终什么都是掐伤党。再来呢，把这个垮下来的身躯就转变成为甘露，作为供养物。供养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三宝，然后还有本尊、空行、永护、护法神等这些大众。你当然人生呢，我做拉当没了说很多人同个身体，这当他把他要是吧？连路个，你讨论那么的说。然后呢，此外还有像是六道有情众生，包括了刚刚提到的鬼神，乃至于人道有情等。你读上呢，你话他一道拉说话，但这，但是，这电脑呢，可话他娘的用作，他呢，用是做话了。所以呢，上等的供养对象就是诸佛菩萨，然后中等的呢对象就是六道当中的人道有情跟天神，再来呢下等的就是像地狱道众生这些三恶道有情。总而言之，你所布施跟供养的对象是包括在轮回跟涅槃当中的一切一切事物。你差不多个，你都用做的这种啥，是吧？
等于茶啊，路边的茶。那个那你都知道我们那什么公开那个，说是咖喱，多把盐呢，等这个多不我那叫呢。观想着这个身躯所转变的甘露，它成为各式各样的供养，包括了色、声、香味、触等的5种妙玉的供养，或者是对方如果喜欢血肉的话，它就转变成为血肉的布施；如果对方喜欢像是牛奶啊、清净洁净的甘露的话呢，它就变成牛奶跟洁净的甘露。随着对方的需要，它就能够相应的提供所需。所说的그거 그 노용 후보 도서야 다시 인식을 요는 레인도 후보 많이 봐. 소수 그 뭐나 근데 좀 그럴 때 봐나지. 소수 그 너나 본쇼 그 너나 가르 그 바이나 도용 수다 저러서 때. 내가 나게 한데 도수 그 너나 가르 그 바이나 소수 그 너나 다가랑 되네. 좀 그럴 때 봐나지. 그런 봐. 너비 연기 그 후보 좋네. 当你在观想的甘露成为能够满足一切所愿的5妙玉的供养或者是布施物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有所跟你向你所讨的时候，你才回应这些众生的需求，而是你自己以神变以观想的幻化的力量，就变出这些能够满足一切所愿的贡品。那说是个啥都把人呢啥。통도 바이나 통 다가 나기 그 흘러서 봐 농조 공부 가레시 삼바이네야 사만 매밀 흘러 공부 보세요 롱제 再来呢是对方他如果想要吃的话呢，这个就变成他能够吃的；他想喝的话呢，就变成喝的；他想要从中获得种种享受的话呢，这个甘露也转变成为提供他享受的来源。总而言之，它就成为了一个不需要有不费劲就能够展现出无穷无尽的广大供养跟布施。네 롱제 봐 디. 아 해지지 배워 나오거라. 나 지금 해지지 배워. 네 대화 첨부 동이 공대 디가 대화 첨부대 냠스 뇽네. 남카다 냠바 단에 사미가다 다리 사제의 30분 받아서 사미제 대화한데 감성 콜 생진 이제다 탐지 리지 20년 냠스 요구 좀 세나 때네 타바 사제지 공부 톱성 삼벌로 观想着透过这样子的广大供养跟布施的力量，让一切受供者、受布施的对象能够产生具生大乐。我们会用具生大乐这个词，基本上讲的就是对空性的直接的体验。观想透过供养诸佛菩萨，上供诸佛菩萨，让诸佛菩萨内心当中产生无漏大乐。透过这个甘露布施给六道众生，使六道众生的内心相续当中的具生大乐也得以启发，如此就能够成就解脱跟一切智。뭐 대인들이 내가 오시고 나랑 그 샘데 취행가 타네 취행에 대해서 조건을 통로야 돼 조세 사제다 혼대 타마 그 너보고 가리에 봐 대라 파존의 고소 롱제를 때문에 대제다 대 사제지고 톱성 삼로 마도 옛날 드라마가 강연 공부 막 뒤좀지네 되네 배답 되오다 그렇게 돈 所以呢，这一套观想法就非常简单的。首先，你的心跟法界相契合，然后呢，你的身体垮掉，它变成了甘露。这个甘露呢，就提供给轮回跟涅槃的一切对象，也就是诸佛菩萨跟六道众生。再来呢，透过这样子的供养跟布施，使得一切众都成就了佛陀的果位，就这么简单。你其他的东西都不要想。我因为这个内容非常的简略的缘故，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非常简便的修法。这当的那个缘故推的是那浪费的是错的理修，怕的你吸收松水的吸收谁的错啊？他的高的，要的，也那样的错的理修嘛，他吸收了高嘛，可能我们中国那些人一定要下手了。那是。一般的施身法仪轨当中都会有所谓要迎请宾客，迎请这些鬼神跟诸佛降临之后呢，在供养布施完之后要请他们回去，有这样子的修法。在这边根本也不用请，也不用请他们来，也不用请他们回去，你只管想着透过神变的力量、幻化的力量，就
产生的这一切供养跟布施，这样就可以了。那最近路边讲的那个说的大地的，尤其是那供养毛不要的，因为那做的那让个没办法给，路过的那车机些下不就这样的呢？对最供养给要嘛的，你就这样的呢，那往嘛头把个供养这个。那是。同样的，在其他的师生法仪轨当中，关于本尊的修法也有比较繁复的细节，包括了自身本尊、对身本尊等的这些修法。那么在这边呢，完全是透过自己的观想，把自己的身体也提供出去、供养出去。所以呢，即使你没有得到灌顶，因为也没有去观修本尊的缘故，所以你根本没有得到这个灌顶，也可以这样的观想。那那样的呢，那个那个这个的去趟去山当山东也因为的，国有国家的并不是一个节目，他的那个。不过在这边有一个窍门，这个窍门就是要了解万法唯心，而心性本空。你就这样的呢，眼底个的呢，明了，的呢，大部分就这些，少啊，个最什么个呢，就这些呀，些的意思。所以。我可以给这样子的略修法取一个名字，就叫做见解的师身法，就是它是基于见地而观修师身法的法门。所以呢，实修方面的第一个部分，简略的师身法门已经跟大家介绍完毕了。再来呢，第二个是观空性，也就是如何保任心性。关于如何保任内心本性的法门方面，在大圆满跟大舍印的教法当中讲得非常的好。同样的，马吉拉尊他的教戒集当中也有非常精辟关于保任心性的开示。不过只能够把其中的精华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呢，我只能够从这个禅修的内容当中稍微分享一点点，因为根本太内容太多了，没办法全讲。지난 공자는 내가 없어라 되네 로차 냥도 시다 로도 가리시네 제발 요 말이 되네 얘네야 당보 공자에 대해서 독당 야고 쓰이고야 돼 가지 뭐 当然一般讲到禅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讲究，不过不论如何，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的姿势要很有讲究的。 네 강의세나 되네 다가 남시당 셈이 냠든지 남시당 셈이 냠든지 타데 메가세 초만 대바나인데 대사들 되네 롱대 되네 자나노니 조야 자대 르르디야 首先你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心事以及我们的心的本性，它就像是水跟牛奶混在一起不可分割一样，它是在一体的。而心事的运载心事的这个具体的事物，就是体内的气，我们也称为风。而气在什么样的地方流动呢？在身体的脉里面流动，而脉就存在于身体当中。你咋的路的地的路的地当要过去马车，那咋的要过车个嘛的，咋的要过马车呢？你南西个是那个三个那个来当的要过车个嘛。因为有这样层层递进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没办法做正的话，那么你的脉也没办法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脉是体内的气运行的管道，那如果脉本身不正的话，气它也不能够很好的运行，那就会影响到你的心也不能够很好的运作。本呢，那就没那么个生意啊，蛮好些个，
这那个内当的电影呢，你就要听到呀。比方说我们在睡眠时有许多各式的梦境，基本上这些梦境都跟我们体内的脉它的状况是有关的。你对当要不得，对当要不得才会知道了的呢。当那说曾经有个政策了的呢，양은 야보시 남보 야보시 제제리 양은 독자시 제제리 대체발 대요 말이 강단 남보시 제용으로 와. 所以首先你在禅修的时候要好好的坐正，再来呢，由于我们是有情，所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念头，不管这个念头是好的、坏的，它就是会发生。아니 남도 대진대가 뒤 지수 좀 마셔봤어. 아니 바사데 남도랑세 남도랑 뭐라 때가 얘는 샘세야도 그런 다보는 의미야. 내시서 문제 있어야 봐. 되는 문종도 잡아시고 저로 그래. 所以当念头起来的时候，你不要随着它转，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只是看着念头本身，看着它的本质，因为心的本性是非物质法，它没有实质本性，它没有实质性，所以我们称它的本性是不可掌握的，无法捉摸的。第个的呢，生蛋、文章的、武松的，这块差多了。第二个现在就把了没样呢，也不多呢。大家看到那的把第生活的中华是那的，公家把的也把送下来。所以在这样子坐正的情况下，你仅仅只是看着看着念头的本身，由于念头这个心的本体它是不可捉摸的、非实质性的，所以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你仅仅只是看着它，那么你就离于了分别念的能够带你分心的那个状态。在这样子状态之下，仅仅只是保持着这样的状态，那么我们就称它叫做保任心性。你马这个中间，你3제，你知道他这个干嘛？你知道干什么吧？你知道他这个干嘛？生武松的干嘛？你第五了第个武松的干嘛？你然后西北的那个那把的，因为你公家呀的，他们也去的你把送下来。马吉拉尊他曾经说过，当你直视心的本质，发现它是不可被掌握、不可捉摸的，而在这样子离于一切能够被执取的、无有任何执着的境界当中，你只是待着在那样子当中，你就回到了心的原始本性。这个就是所有禅修当中最好的禅修。第生活中啊，谁啊？的사원 좀修呢？俺们说吧。所以这个就是实修当中的第二个主题。简单的说一下如何保任心性的介绍。再来呢，讲第三个主题就是实修的精要。第一个如果对你的去汤，这代表什么嘛？吧，东西一嘛，甚至汤，这等你他们那些有东南来台湾搞个，年纪的老爷吧。근데 나랑 그 교육되니 나 냠도 연디 지야데 진 가치슈데 라마이데 라마나 대바다 무구데 다 동이 또고 다와 생기나 냉게 라마라 무구데 송보데 가치슈데 이마 마제가 동지 송야。马杰拉尊他曾经讲过，所谓的断法的精华就在于3件事情。第一个是了悟一切事物并无真实性，它是性空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离悲心，也就是了知所有的众生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所以愿他们能够远离痛苦，有这样子的悲心，而且恒时不离如此的悲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当我在修行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体验跟了悟，这些功德加持的来源是自己的上师，所以恒时要对上师怀有恭敬跟虔诚之心，所以对上师的恭敬虔诚是第三个。马吉拉尊说这3个就是断法实修的精要。第一呢，我最起码就是两年时间的，都对사원 좀 힘보좀就着呢。当然我把他们就觉得呢，配女水啊的，
宁波真需要。所以第4个主题实修断法的具体实修方法，我们已经简单的讲完了。再来，我们讲最后第5个主题，就是闻思修断法会有什么样子的功德利益？他是南道啦，大街上南道都是他们这边买个哈高呢，去趟这就嘛他不能到人吧高的，那上坡人呢，眼巴人呢，身体呢胸都不给，被身体不养强的。当这个功德利益的一方面，就是当你晓得一切的念头都不是真实的，它是如梦似幻的，那么你就能够对他们处之泰然，不管你起了好的念头也好，不好的念头也好，你都能够非常惬意的看着他们。你身体他们这个上班上经济工不用钱了，店呢，然后个看什么都落的，然后有的。那然后到身体现就是汤这了，这年内是头呀个，没把用过的话，马到俺让马到老上那么当天些，没人那年的，第一个没得，没见到个年的从来是土嘛的。另外一个就是，由于你去培养对众生的悲心，你希望他离苦的这样子的悲心，所以自然的。久而久之，你心里面会产生一种要帮助他人的心态，最终会达到自他平等的这种心理。否则的话，我们不懂得去培养悲心，只是一味的想着凡事都要以我为主、以我为准，这样子当然不可能关怀别人。他说了，女生你有个呢，你小时候在告诉了女呢。拉着我哇，养的没事的，养的啥了白修的，他在那引导的看他拉着。刚刚提到了生命的组合，就是来自于身心的结合。当死了以后，身心相离了，我们的身体要么就火化，要么就土葬。总而言之呢，它就是被留下来了。你身体计划那是绝对做的哇，计划恐怕你大用，大现在为止到了养老不计划几万年的做的。虽然身体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可是心它是会延续的，它会穿过前后世，从前世来到了今生，从今生它又来到下一世。你娘你生呢，生了第一次上不就话去他把人那把计划当吃了汤接了pin头了哇，你上不解决要呢，他们常见就恐怕头是呀个，上不他头发的有的。而透过佛法的实修，透过断法的修持，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心的品质，让自己的心的品质得以提升之后，我们的未来的生生世世自然就是越趋光明的，最终就能够走向解脱跟一切智的果位，这个就是它的功德利益。我对你那么地中海呢，对那么恐怕那么的，对你给我这吧，那个要不谁要一些个哪弄的，刚切修的生人就话特别的。娘们谁啊？这谁个人说的？被搞清楚是重要的，这就这样的呢。经常说对人习惯呀，被搞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祖辈大德们，他们不管做任何的善法，从事任何的行为，都会把握住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改造内心、改变内心。他们把改变内心当成是最终极的实修，也希望大家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把它看得给予高度的重视。你可能也需要个小上面，就是你的小上面个，反正哪个的小招数，但你这说打对，达到但你我呢就是有个人呢，你们我的写的不管他我吃了的人那样，我说的就是对面的有个上山，宁波是的修出来的，你就这点可能个白起的太小一。那是。所以在这边跟大家连续讲了2个小时的课，我们是用一种浓缩精华的方式跟大家谈的，因为时间的限制的缘故，我们把这个必须光讲要讲好几天的东西，就只能在这2个小时当中稍微浓缩起来讲了。这是时间的限制所逼不得已的，那就在这边跟大家圆满的报告完毕了。Nam Daye Tham Je Zipa Ni Tom Na Nye Be Cha Nam Pang Je
一个脑气瓦隆之白，这边所来这根周罗啊。